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判断。人的生活最困难的，应该是在紧急的当中，如何做出最好、最正确的判断。上个礼拜六，一大早，在工地的助理主任呢，就打电话，说呢，工班呢，对抿石子的颜色呢有顾虑，无法做决定，需要我莅临现场协助做决策。牧师就快速的更换那工作服又急走到工地去。现场听了一下这个下包老板的讲述，然后问我说：“牧师，你觉得呢？”其实在最短的时间内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工班已经停工等候当中，又有预报说中午之后会下大雨，这种压力，而且要面对将来需要担负的决策后的一个责任。这个时候需要有非常冷静、正确的判断。这一阵子在教会界沸沸扬扬的吵闹着，该不该让某个因为财务往来数千万不清楚，已经被之前所属的宗会开除的前牧师上台讲道。聘请的牧者呢有自己的判断，提醒的同工也有自己的判断。不过呢，我们持平来说，简单的说，在同一个宗派里面，被免职的人就不需要有任何判断了。邀请其实是最不当的行为了也可以视为对这种整体的体制制度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可是在看的时候，就看到邀请者却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来支持自己错误的判断，看起来好像圣经只有他懂，别人都不懂，实在是令人莞尔了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记载的雅各的家族非常的强盛，那个噪音是因为约瑟的正确判断。他完全站在上帝的立场，用上帝的角度，他没有用个人的情感，因此就成为雅各家族最大的祝福，也是上帝的名得到荣耀。雅各的儿子各带了家眷，跟雅各一起到埃及去，他们的名字是吕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设。这些人都是雅各的直系子孙，总数70人。雅各另外一个儿子约瑟早已到了埃及，后来约瑟死了，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同辈也都死了。可是他们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人口增加很快，又多又强盛，遍及全埃及。保罗的教导在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当中，非常明白的提醒到那些习惯批判人的人是无可推责的，即便是他们表现得好像非常有仁爱，但是却无法掩饰自己那种只会以圣经支持自己论断人的行为。圣经这样说道：朋友你评断别人，不管你是谁，都是不可原谅的。你评断别人，而自己做的却跟他们一样，那你就是定自己的罪了。我们知道，上帝审判这种事的人是没有错的。可是，朋友你用来评断别人的事，正是你自己做的。你想你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吗？是不是你轻视他的仁慈、宽容和忍耐？你应该晓得上帝是仁慈的，
因为他要你悔改。可是你的心顽固刚硬，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以至于在上帝的义愤和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日子，更重的刑罚。因为上帝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有些人恒心行善，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荣耀和不朽的生命。这样的人，上帝将以永恒的生命来赐给他们。至于那些自私、拒绝真理，反而随从不义的人，上帝的义愤和惩罚要临到他们。所有作恶的人将逃不了患难和痛苦，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但是所有行善的人，他要赐给他们尊贵、荣耀和平安，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但却要能够行在上帝的公义当中。记得上帝不是滥爱，不是完全没有标准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有智慧的或是愚昧的，都是上帝所爱，也要用同一个标准来审核判断的对象。诗篇第8篇。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牛、羊、荒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江河的鱼类、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感谢恩慈的上帝赐下救恩，使我们蒙恩得救。求主用同样的标准来审核我们，赐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